歌从来闹连连，穷下糖果安乐线。大家好，我是罗韵韵。客家音乐文化除了山歌，还有白人和采茶戏。青岛当热心推动嘅工作者，除了自家爱唱山歌，也希望大家都来唱山歌哦。节目一开始，我哋邀請到一位當認真、當熱心來推動你嘅客家文化，韓國山歌嘅先生劉萬六，從下來欣賞佢嘅演出。後堂嘅小跳歌曲《太普跳》係劉萬六先生帶來嘅。先生你好，你好，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劉萬六。先生你一次都帶在台中哦？係，我帶台中。所以你帶台中從了山歌係參加歌謠班？歌謠班錯。參加幾多年啊？哦，88年都參加到了萬六。哦，19嘅時間呢？15年了。哦，先生，你講嘅強跳係太普強啊？太普強係，俺東西強啦。哦，東西強。錯，你講係東西強，唔講你唱歌係唱戲演有影響哦？冇影響，太戲攏唱俺太普強啊多。哦，所以你唱山歌嘅時間，就會有啲東西強。東西強，錯係。哦，一貼片呢？但先生我哋啊，你帶在了台中啊，吼，你要一次推廣了客家嘅音樂文化，你係用辦去做了推廣？哦，我哋就要推廣了個嚟下鄉表演，一年中間差唔多有落下鄉表演，3到4次，好，3拜到4拜。啊，一個三腳採茶啦，還有八音啦，
还有了山歌表演。哦，去做推广嘅时节，就有做千多嘅表演活动。有。按办起来会真辛苦嘛？哦，有哦，伊辛苦哦。也一般啊吼，爱咧款来发通吼，爱真爱来传了时间吼，爱一旧来安尼计划啊，爱计划一旧。哦，所以办了发通，唔单枪系做推广，韩国了歌唱呀，我一次一次开会呀，爱训练啊，爱练习呀。哦，你去做推广嘅时节，大部分喺老人家较多，也係講有了後生人，也係講小朋友也有。太細攏老人家較多哦。過來到像咱哋安尼年紀中年人吼，較個款較有時間呢，你雖然怎太咧，較有時間，就發到好參加咧安尼去推廣安尼嘅節目。推廣安尼個客家文化。就去推廣嘅時節，看到都係老人家，都有乜嘅希望冇？講安尼啲客家文化是得延續落去，有法度好，越做越好，安尼節目就有法度延續落去啊，見來是話見好，見發展見過。哦，所以先生就一直做了推廣嘅事情，希望你係發通客家嘅文化音樂，做得一次傳承下去。希望安尼。真辛苦嘅一種。先生，接下來我帶來嘅係乜嘅歌曲？帶來嘅三太調嘅平板。好，什麼先生哦？謝謝。接下來就來欣賞兩首平板。
客家传统嘅小调歌曲《12月故人》，曲调老8月15又略略相像。其实啦，就是老俩12月嘅故事，你係歌詞呢細個去略略改變一下聽聽。馬啥改變嘅其實唔啲咧。接下來我哋就來欣賞田秀鳳先生帶來嘅《12月故人》。在台灣啊，你山歌嘅比賽易多哦。輸贏其實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嘅啊，就係做得在咧比賽嘅過程當中呢，做咧交流，韓國有着當快樂嘅心情。節目嘅最尾，我哋除了欣賞在咧大大細細比賽都有得獎嘅莊明雄先生帶來嘅山歌，山歌從來鬧練練，希望大家嘅收看，希望你哋會中意今日嘅節目。長來了。
公家唔得，公家错啦，过了。歌唱来，我爱对人，爱了。唱来呀，半歌风啦。一條落山，一場夢啊，點唱了。你的笑。